死变态，滚开！小李子，站好！六王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不是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啊！你这是要宰了我吗？哎，我怎么可能宰了你呢？只要你身上一块肉而已。小李子，这刀要么快一点，要不遭罪是小事儿，弄不好会出人命。哎呀，六王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好，小李子，你要干什么？滚蛋！公公，还是您来吧。哎呀，小李子，我人老了，这手脚不利索了。这样，你长刀，我跟你说从哪里下刀，这样又快又好，又不会出问题。这还是个新手。别怕，别怕，眼睛一闭就过去了。你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？死变态，滚开！小李子，站好！明妃最近事多了，侍女死了，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了，发疯也是在所难免的。是啊，以前肚子里的龙种正得宠，现在疯了，被关在太后那里。你说这人生的事儿，谁也说不准。哎，小点声。没事儿，没人听得见。快走。不要！不要！放心，给你留着呢。六王，谢谢六王的手下留情。我现在手下留情，不过日后宫里人知道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手下留情。嘘，六王，你不说好不好？我可以不说出去，不过你要留在本王身边，听本王吩咐。以后跟着谁能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多谢六王的栽培，谢谢你这么器重小蘑菇，小蘑菇这辈子都报答不完你的大恩大德。废话还真多。
在这儿候着吧。不是，六王慢走。公公，啊，太后，我那仕女图如今放哪里保管了？太后，您说您自己保管，我们做奴才的可不敢多问呐。这个老奸巨猾，做事儿这么谨慎。这是人渣，说府里办事不让我走，你们就是吓唬我。我小蘑菇怕你吗？我不怕。不行，得想办法出去才行。我困在这里不是个办法。哎，哎。我感应符呢。找到那半张仕女图了没有？没有，这寝宫上上下下我都翻遍了，就是没有。这个老东西把图藏得挺好啊，看来得让他吃点苦头了。想必你位高权重，一呼百应，没吃过这样的苦头吧？别跟我装模作样。你以为我不敢对你下狠手吗？我知道你心狠手辣，你下什么样的毒手都是正常的。你将不得好死。你还真敢说。不过，你今天叫唤的动静也是大了些，要是惊扰到别人，可就不好了。我看你还是睡着的时候比较讨人喜欢。你不是常做那个噩梦吗？你就继续做吧，别醒来了。睡吧。呀，小鸟，终于把你们盼来了！快去把天魔道长请来。是。关关，关关，小鸟，小鸟，关关，关关，关关关。平儿，母后。哎，怎么变两只小鸟了？公主，可恶的东西，居然被公鸟吸引不肯回来。云香容，有何吩咐？我已经知道那鸟的位置，你快去找回来。我教你的咒语，你用住就好。至于另一只鸟，找到之后，立即解决掉。那鸟在何处？乐平公主的寝宫。这若是公主问起缘由，
就说是奉了太后之命。道长，鸟已经飞回，公主请天目道长去看。多谢了。大胆，进来也不通报声。怎么只剩一只了？我的鸟呢？云香柔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在下只是奉太后的旨意来抓回一只鸟。太后怎会如此无礼，跟一只鸟过不去？太后吩咐的事情，我怎么好意思问？再说了，太后自有太后的道理。且慢，这件事也应该有它的原因吧？这只鸟待在这儿好好的，你怎么就要抓走它呢？再说，你也知道，公主可是太后的心肝宝贝。平儿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谁敢？我奉太后之令，令牌在此。母后。